12月15日禮拜一，以賽亞書7章10至13節。耶和華又吩咐亞哈斯，你向耶和華你的上帝求一個預兆，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。但亞哈斯說，我不求，我不試探耶和華。以賽亞說，聽啊，大衛家，你們使人厭煩，豈算小事，還要使我的上帝厭煩嗎？默想主題：上帝嘅預兆。當猶大王亞哈斯面對亞蘭同埋以色列聯軍嘅威脅，以及亞述帝國日益逼近嘅入侵，內心非常嘅恐懼不安。呢個時候，上帝就透過以賽亞先知嚟到保證，敵人嘅計謀係注定失敗，以色列亦都必然嘅滅亡。上帝更吩咐亞哈斯嚟到求一個預兆，以印證上帝應許嘅救恩必然嘅實現。回顧你嘅生命歷程，上帝係點樣讓你去領受救恩嘅確據？目前你係咪正係面對緊一啲人生嘅抉擇，並且渴望得到上帝嘅印證或者指引？喺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你再一次安頓自己，聆聽上主嘅微聲。當呢刻主嚟到呼喚你嘅名字，去問你要啲乜嘢，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就將你嘅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。呼氣嘅時候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，慢慢嘅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念誦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